我細個係好壓抑嘅，笑又唔得啦，喊又唔得啦，嬲又唔得啦，唔可以表達自己真正嘅諗法同感受。喺華人社會，呢種壓抑嘅文化係好普遍嘅。中國嘅家庭成日都話沉默是金啊，百忍成金啊。咩係忍呢？忍其實就係壓抑，俾你撳住咗嘅思想情緒係唔會消失嘅，佢只係俾你撳咗落去嗰個黑暗嘅地下室，去咗潛意識，去咗無意識嗰度，去咗陽光照射唔到嘅地方。呢啲累積受咗嘅情緒能量，呢啲能量嘅阻塞就會形成一嚿叫做痛苦之身嘅嘢，嗰嚿痛苦之身就會越滾越大嚿，咁你就會變得好沉重啦。而我最終就係患上抑鬱症。情感係需要流動嘅，而唔係假裝自己冇情緒、冇想法、冇感受。我好中立㗎，我冇自己嘅見解㗎，我冇自己嘅睇法㗎，我對咩嘢都冇感覺㗎。用呢種態度呢，係行唔通嘅，會變成心理啊、情緒嘅毛病嘅，假以時日。喺我意識蛻變之後，喺我了悟真相之後，我原本以為自己我永遠都唔會再喊㗎喇。但係2個月之後，我就喊咗一次。其實我細個睇戲呢，好少喊嘅。意想不到嘅係，反而喺我解脫之後呢，去戲院睇戲呢，好多時候都會爆喊，可能一半時間都係喊緊，起碼都有10次8次。因為我唔會再去阻止呢股自然流動嘅能量，能量係需要流動，而唔係停留。喺我成道之後，我係完全估計唔到自己嘅反應，即係喺有啲場合呢，大家都喺度喊，可能有啲生離死別嘅場面，得我一個就冇喊。咁啊調返轉呢，另一啲情況呢，就係
在場冇人喊嘅，得我一個喺度喊。同埋有陣時我講下嘢咧，會突然之間好激動嘅，會講到某啲嘢好激動，好觸動到我就會突然之間喊。我完全預料唔到自己下一秒會有咩反應。有時我以為自己係唔會喊嘅，即係可能睇嗰本書、睇嗰套戲唔會喊，結果就喊咗啦。另一啲情況係我估計自己會喊嘅，結果又唔會喊。其實咁樣係好有趣嘅，因為未知嘛，俾你估到就唔好玩啦，就係估唔到先至新奇、刺激、新鮮啊嘛，咁先至係年青啊嘛。每一刻都係全新嘅。當你唔用過去嘅制約反應，當你當下自發性咁樣自然回應，當你嘅反應唔係出於過去固定式、機械式嘅無意識嘅，好似本能嘅條件反射，你就預計唔到自己下一刻、下一秒會講啲咩，會諗啲咩，會有啲咩情感嘅。因為嗰個反應係全新嘅，你係要到咗嗰一刻，眼前嗰一刻你先知道原來我會咁樣反應，完全控制唔到嘅。你可以好激動，但係有時你又超級冷靜。